你懷疑自己中咗五鬼降，丈夫係意外死，阿哥個魂頭俾人釘住咗，而你痛到日日都喺度喊。有一位大姐，佢晚晚都腳痛，尤其是咧喺大髀痛到咧流晒眼淚，去睇醫生咧查極都查唔到原因。嗱，呢一種痛咧唔係來自佢自己嘅，係來自一個五鬼降。成件事要由11年前開始講起。佢丈夫咧喺個等船嗰度跌死，死得咧好突然。我就問阿姐，你有冇留意到佢個腳板底有冇一啲乳黑色嘅手指印？嗱，呢啲印咧係一個關鍵嚟，係有人借呢個水網呢個劫落咗第一個降嘅徵兆。仲有啲仔女無端端個個咧都好疏遠，好似陌生人咁，心所落血緣嘅牽絆咧都可以被剪斷。呢個咧就係第二個徵兆。第三個徵兆係最陰森嘅，佢過身嘅阿哥咧個魂魄咧俾人哋勾魂頭鎖住咗，長期咧喺門口度徘徊。起初咧阿哥翻嚟話咧唔使驚，我會保護你。但係過咗一段時間，佢就聽到佢阿哥不斷喺度叫，我好辛苦啊！佢唔係想嚇人，佢係被困住咗。佢係要向佢最親嘅阿妹求救。問題嘅核心咧喺呢度，施降嘅人咧有齊佢全家人嘅生辰八字，就等於咧手握住佢全家人嘅根。幾個月前，阿大姐再請一位泰國師傅去幫忙，個師傅咧係有功夫嘅，的確係幫佢身上個降頭咧解咗。頭7日咧，阿大姐咧成個人係輕鬆晒，以為咧係冇事啦。點解過咗1個禮拜之後，所有嘢係翻發，而且係更嚴重，成間屋咧係震㗎，自己咧好似暈浪咁，企都企唔穩。因為泰國師傅解嘅係降頭，但釘死佢全家八字，養住呢個局嘅係五鬼，根本都未離開。五鬼未解，個降咪好似斬草唔除根，一定會重生，甚至乎會變本加厲。你只係趕走咗一啲清拆嘅工人，但係間屋嘅地基一直咧都喺度俾人挖緊。所以處理呢啲纏繞多年、禍及全家人嘅陰法，一定要佩戴火氣猛烈嘅辟邪靈符，將外界嘅邪術同埋邪法辟散。如果你都曾經遇過一啲特別嘅經歷，記得分享同埋留言五鬼降，老師會協助大家。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